白明翰是这么跟你说的？对，跟以前一样，回答得很自然，而且理由也算充分。老师，我觉得就算他有问题，也不单单是特务这么简单。白明翰的手应该伸不到车间内部去。是。对了，看一下，这又一个跟灵武所有关联的人。爱国华侨厉秋晨支援国家建设。 他不是李培章表哥吗？回来了。市接待处的人已经安排他住下了，但是他提出来要见一下他的表弟李培章。可是，一气场毕竟是保密单位，他去不合适吧？可他们毕竟是表兄弟，不让他们见面也不太合适。这件事呢，你来负责，记住，热情的接待，注意保密。是。 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我这手被夹了个口子。我们是厂医院的护士，帮你看一下。呀，这伤口太深了，你等我去拿个手绢。你忍着点啊。快！师傅，这伤口深，我怕会感染，你这得去医院处理才行。那去咱们厂医院吧，就在附近。那麻烦你们了。医院就在那边，跟我们走吧。走吧。 走了？对，已经离开了。那他去哪儿了？你知道吗？说是去东方农场了。东方农场，谢谢啊。嗯。哎，陈队长，你值班啊？珊珊啊，白慧。陈队长，这人手受伤了，我们带他去医院处理一下。 啊，你就是那个爱国华侨厉秋晨？对，是我。这怎么受的伤？刚才修车的时候不小心刮了一下。啊，这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行，那你们赶紧带他去治疗一下。好，那跟我们走吧。谢谢。 哎呀，伤口很深呢，需要缝合。葛主任，要不我来处理？没事，我来吧。忍着点啊。忍一下啊。先生，你不是我们厂里的吧？怎么以前没见过你？他就是厉秋晨先生，刚从国外回来的。哎，对了。 你们华侨怎么穿成你这个样子啊？珊珊，不要以貌取人啊！华侨应该穿成什么样子啊？
我看那报纸上的华侨照片都是穿西装打领带的呀，哪像他这样一身工作服。那是你观察不够仔细，没看上厉先生穿衬衫和皮鞋呢。还真是。厉先生刚回国不久吧？怎么想起到我们这个小城市来了？我就是卢门人啊。哦，是吗？这次我回来，发现农场很多机具都缺乏维护和保养。我这刚修了一个卡车，准备试一试，结果没想到半路上就抛锚了。东方农场啊，那就在我们隔壁呀。你们农场好多人来我们医院看病的。是吗？那辛苦你们了啊。没事儿。好了，小慧准备缝合。哎，可惜你这个手怕了，没事，给我吧。这都洗不出来了，我给你买个新的吧。哎呦，真的不用了，谢谢。厉先生，红梅姐，听说您受伤了，怎么样？处理好了吗？没事了。你是？我叫庞红梅，这个。哎呀，这南京沦陷，37年到现在，时光荏苒呐。我还记得咱们小时候还经常去祠堂前面玩那个抓人游戏，你还有印象吗？那都忘了吧？哎呀，现在想一想，还是小时候有意思，无忧无虑的哈。是啊，我还记得那时候，你也是从树上摔下来，然后这个手臂上好像还落了一块疤，是不是？弟妹在呢，能不能别总说我小时候的丑事儿？什么弟妹？那这位是？他就是我同事。你说说我，那个不好意思，误会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庞小姐。没事儿。这是不走了吧？应该啊，我得去铜矿一阵子，等过段时间事情忙完了，我再来看你。太好了。各项数值啊。哎，大洋，哎，来，哎，裴章、红梅，行，那咱们就按这个办。明天早上我看新的一稿啊，辛苦。没事，走。大洋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表哥厉秋晨，也是国外留学回来的。你好，季丹阳。哦，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手受伤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们俩可都是在同一个城市念的书啊？是吗？我是理工学院数学系，你呢？哪个大学？跟季专家比不了，我是商学院，学的是商科。红梅，你知道这两个大学有多近吗？相当于从专家楼到厂医院，就这么近。还真是够近的。哎，厉先生，那你一定知道威廉姆教授了，他是从我们理工学院然后到你们学校任教的。不瞒你们说，我跟我这个表弟比不了，他是学究，我从小就不爱读书。我去国外读书也是家父逼的，就是为了给自己镀一层金而已。而且我更喜欢的是工科，所以你说的那些教授，我平时接触的并不多。表哥，你也太谦虚了。我可记得小时候，你的理科可比我好太多了。那不是小时候吗？长大了就喜欢工科了。既然两所学校离得这么近，厉先生应该知道安文山吧？安文山，听说过，他是理工研究材料学的吧？安先生可是名声在外啊，可惜我并没有见过他。怎么突然提到他了？安文山呢，是我的师兄，前段时间在国外去世了。啊，那真是太遗憾了。季专家，
你听说过琳达女士吗？她负责照顾我在国外的一切，而且她照顾过咱们很多华裔的留学生。我这半工半读的，可请不起琳达女士。其实我觉得咱们在国外应该早点认识的，不过现在也不迟，绕了一个大圈子，还是认识了。有机会咱们一起逛逛卢门，怎么样，裴章？没问题啊，走，来，我们先走了啊。裴章，你也是留学的？对，啊，但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是留苏的。琳达女士，我母亲啊，她一直很惦记你。怎么说呢？相当于管家的角色。有钱人家到了国外会去找他，他负责安排好吃穿住行。这么说来，这厉先生家境是够殷实的。是啊，姑姑从小对我来说就是对我最好的。你觉得他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庞无梅，你不会老毛病又犯了吧？感觉厉修禅有问题。别走了吧。我就随便问问还不行？你能不能不要再多心了？等这次工程结束，我一定去看一下他。一定啊，一定。你要是哪天休息的话，可以去我们农场玩啊。这个我就不好说了，你看每天都那么忙。行，有时间，有时间。行了。拜拜，哥。人家厉先生有那么浓烈的报国热情，都把自己的资产捐献给祖国做贡献。那这样的人如果是特务的话，那特务的成本未免也太高了吧？队长，红梅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没有？没什么大问题。行，没什么大问题，那就是只有小问题了。就算有小问题，我也不能怀疑人家，毕竟人家是爱国华侨嘛。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成熟了，不像刚来卢门的时候，干什么事儿都风风火火的。只是，我就觉得很巧，为什么就偏偏在水滴工程这个关键节点上回来呢？他不是说完成他父亲的遗愿吗？这还能挑日子？哎，对了，卯汉车间那边有什么动静吗？现在还一切正常，季专家和贺专家我们都提醒过了，现在非必要不去车间，所以还算平静。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啊！我看我们还要多注意一下厉修尘，这个时候回到卢门确实有些蹊跷。是。厂长，这是你要的文件。好，你放这儿吧。别说话。厂长，您最近是不是又没休息好？一定要按时吃药。放心，一定吃。你看这2天啊，这电话就没断过。我是韩云东。厂长，我们这车间有点事儿，麻烦您过来一下。好，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厂长，让我陪你一起去吧。哦，不用。哦，对了，把文件和钛金属样品锁到保险柜里。好嘞。厂长再见。您慢走啊。你干嘛一直看着我呀？快，不好意思的，一会儿厂长回来再看你。没事儿。白慧，我晚上去看电影吧。我上次跟你看电影，我爸回去晚，他都说我了。要不这样，等哪天我夜班的时候，咱俩白天去看。好呀，一言为定。你们办公室可真敞亮，我现在来这的心情跟以前都不一样了。一直是这样，从来没变过呀。
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呀。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感觉这个地方敞亮多了。陆成，你好好干，我相信凭你的努力，总有一天你能坐到这个位子上。我可从来没想过。这有什么不敢想的？我都想过，我还想，也许以后厂院扩大了，我能当一个护理部主任呢。我们年轻人就是要争取进步，不是吗？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？相互促进，共同进步。你加油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嗯。那我先走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真好看。这个是钛金属。钛金属。它好美啊，像钻石一样。看我们两个的影子都在上面呢。我走了。你说奇不奇怪？这么多块儿，我只喜欢那一块儿。它跟别的长得都不一样。因为这上面有我们两个人影子。嗯，也许你说的是对的。替我保管好那一块儿，有我们两个的影子。我走了。等一下，白慧。送给你。这个可不行，这是公家的东西。哎呀，你就拿着吧。这也许就是块边角料，更何况，这上面有我们两个的影子。那好，那我想你的时候，我就看看它。那我走了，真走了。嗯。路上注意安全。哎。陆秘书好。二专家在呢。陆秘书啊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是来征求意见的，征求各位专家对我们厂办在配合专家组工作当中有什么意见和建议。你们配合的特别好，没什么意见。那建议呢？
庞小姐，厉先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么巧，我刚好路过。拍什么呢？我这刚回祖国，看什么都新鲜，想多拍点照片寄过去给我们老太太看看。也好，要不我给你拍一张照片吧？不了，拍一张吧，你让我们老太太看看，您是我回到祖国以后遇到过最美丽、最善良的人。来，看我，哎，1、2、3。晚上有空吗？要不一起吃个饭？不了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，你慢慢逛。啊。你好，这里能做工装吗？能，只要您说出个样子，我都能做。里面有一件，进去看看。谢谢。我刚才在路上碰见庞公安了。长官，请喝水。啊，坐。你蜗居在大陆多年，对党工的贡献永不共睹，辛苦了。长官客气了。把这个交给飞虎是对他的奖励。还有这个，他现在的任务极其重要。发电报回台湾，告诉他们我已经安全到达。是，长官。不过，你刚才在街上怎么会碰见那个庞公安啊？可能是对我有所怀疑吧。毕竟我的身份现在回来，他们不得不防。可那个庞公安不是好对付的。我会小心的。是啊，这2天熬了2夜。下一步关键就是我们的潜艇实验舱的生存实验。具体情况，丹阳跟新闻同志在做实验的演算。这是定稿的图纸，来，咱们看一下。陆成，这个会议不需要记录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去吧。好，那3位领导有什么需要的话，随时叫我。好，辛苦了。关键是这一块没地方。这么复杂呀？所以啊，要咱们厂各部门通力合作，共同打造。建成之后啊，这里边需要15个人员实验20天，这可是水滴工程关键的一步啊。主公，这个图纸还有谁看过？专家组都看过呀。专家组我不担心，还有其他人吗？这张图纸我们昨天晚上才定稿，一直在我手里，应该不会有问题的。这个建成之后啊，除了安全和安静的环境，温度、湿度相对恒定，这样测出的数据啊，才有意义啊。恒温恒湿。对。要是建造满洲这种条件的大车间，成本、工期都是问题。大城市也很难做到吧？是啊，我们昨天专家组也在探究这个问题。所以今天来啊，就想请各位看看你们有什么好办法。那如果炉门没有的话，是不是可以改造一下？抗美援朝的时候，我打过上甘岭，当时呢，我们挖了很多坑道，坑道里除了空气不咋地之外，温度好像真没什么变化。
哎，那是不是山洞也可以满足这种条件呢？那个需要一个很大的山洞啊，除了安装设备外，核心舱外围还有很多工作人员。这个一般的山洞达不到这个要求啊。这样吧，这个事情我跟韩厂长来想办法。楚工，施工是不是一定要按照这个图纸？那当然啊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接触过这个图纸的人就不可控了。我们必须要在保密的前提下，安全的建造。好。报告。进。主任，雪狼发来电报。是。林队长已平安抵达卢门，未引起怀疑，已与我部会合，共谋大事。雪狼。回电雪狼，光复大业未成，诸军仍需同心协力，精诚合作。磐石行动，务必听从林队长指挥。此事若成，党国定不负诸军。哎，厉先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专门打听了一下，知道你住在这附近，特意过来感谢你的。这是我们农场的一些特产，表达一下我的心意。这不行，我不能收，谁碰到那种情况都会救你的。这个你必须收下。你知道吗？在海外有一句谚语，忘恩的人落在困难当中是不能够得救的。你这样拒绝我，是不是想让我忘恩啊？会不会太残忍了？啊，我不收你礼物就成残忍了。至少对我是这样，我可不想落在困难当中没有办法得救啊。那谢谢你啊。谢谢你，给我这个机会。啊，对了，我最近啊这个胳膊一直不太舒服，我听说你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老中医，能不能麻烦让他帮我看看？可以呀，你跟我来。来，我来。放这儿就好。啊，好。爸。爸。你看。回来了。这位是爱国华侨厉求臣厉先生。白大夫。手怎么伤了？皮外伤。哦，对了，爸，他胳膊不太好，你给他看一下吧。哦，快坐，坐吧。啊，坐吧，坐吧。我去泡茶。厉先生，来，我瞧瞧。云在青天，水在平。厉先生是渴了，等一会儿小慧就把茶拿来了。从哪儿来呀？台湾。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了。离开多年了，怎么着也得回来看看。李先生，我这个庙太小，你这胳膊还是到大医院去看吧。我了解过您的本事。白大夫，您还记得徐文正？他是家父的榜样。
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厉先生的父亲应该叫厉沧海吧？在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我去过你府上，给你父亲瞧过病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厉少爷胃不太好。以前的事情我记得不太清楚了，现在就是这个胳膊，之前爬山摔了一下，现在只要一受凉就不舒服。请问白大夫，这种病应该怎么治啊？我看，橘生淮南则为橘，橘生淮北则为枳啊。你这胳膊不算什么病，回家就好了。回家，回到了卢门，就是回家。九姑妈让我替她向您问好，她老人家一直惦记着您过去对她的好。小慧，哎，茶还没烧好吗？来了。白大夫，您身体怎么样？黄土埋脖子了，有一天是一天吧。厉先生，我爸就是这样，平时特爱说笑。没事儿，以后我常过来陪老爷子说说话，熟悉了就好了。对了，你们家有什么体力活、杂活的，可以留给我，这些活我都会干。嘿，我们家活还确实不少，但是，这些活都是厉先生干不来的。谢谢。厉先生，你别介意啊，我爸他不是冲你，他那人就那样。第一次跟他接触的人都会觉得他有点怪的，但是接触久了就会觉得他人挺好的。真的没关系，这老爷子年纪大了，以后我常过来给他送点东西，让他调理调理。哎，不能拒绝。如果你不给我感谢你的机会的话，我会愧疚的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嗯，那您慢走。爸，厉先生走了。走了。坐吧。哎，您刚才怎么对人家那么冲啊？小慧，他是干什么的？我们厂隔壁东方农场的，是个爱国华侨。你怎么跟他认识的？啊，有一次他大卡车坏路上了，修理的时候手划伤了，我姗姗路过就给他包扎一下，但是伤口太深，我怕感染，就就近送到厂医院，就这么认识的。跟这个人以后最好不要来往了啊！为什么呀？这个人爸爸认识。你们怎么认识的呀？那还是解放前的时候，他们家举家前往南洋之前，我给他看过病。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个人呢，心事很重，对你没怀好意。大辉，你也是，随随便便就把这么个男人带到家里来，你就不怕别人生闲话？爸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人家厉先生是爱国华侨，现在可光荣了。人家说要把所有的国内财产都捐献国家的。愿意捐谁捐谁，反正我告诉你，不要再跟这个人来往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我说的有我的道理。莫名其妙。生存实验是我们接下来的重要任务。这些个图纸啊、数据啊，都是保密的，绝密。我是这样，我根据咱们工厂的生产和实验舱安装的各个单元，把图纸和数据分成数个小组。同志们，你们每一个小组在生产过程中一定要盯紧，监督好生产。
师公，为什么这么分配？这样分配啊，也是为了保密的需要。你们记住啊，到了车间，可以跟师傅、车间主任讨论、探讨、核对数据，但是图纸必须随身携带。生产完之后，所有的图纸都要交回来。同志们，这件事你们一定要重视起来。生存实验将是我们胜利的宣言。行百里者半九十，大家万万不可大意，好吧？这图纸改成这样，这只是马换车间负责的部分，方便工作。当然了，也有保密的成分。这么一看倒是简洁明了，只看部分，我怕将来会出什么岔子。以您的手艺能出什么岔子？师傅，过度的谦虚也是一种骄傲。不知天高地厚，你知道这活有多重要吗？啊！我就信他。武瑞挺懂事儿的，这么多人呢，您不能总说他吧？我觉得武瑞就挺好，有年轻人那种朝气蓬勃的劲儿。你们就别夸他了，这小子呀，就是心浮气躁。如果他能把心踏实下来啊，将来拿个5级、6级工匠什么的，我觉得问题不大。他现在就是一瓶的不满，半瓶的咣当，自己以为什么都懂，可是什么活儿一上手，永远就差那么一点点儿。您手上那是多少年的功夫？刘师傅，他比不了。刘师傅，我们这儿还有点问题，您再帮我们看看。好。我在楚公那看到你的入党申请书了，我也递交了一次，我可不能比你落后。可以吧？你还不是党员？嗯，我以为你早就是党员了。行。牛师傅，你也入党了吧？49年入的党，这日子呀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5月1号，鼻子出血了。怎么又流鼻血了？堵上！师傅，我这鼻窦炎又犯了，流血了，我去趟厂医院。我狗屁鼻窦炎！你小子就是在老厂子跟人打架，把鼻梁打塌了，以为我不知道啊？快去快回！好。你好。护士长，放这儿吧。你这鼻子是旧伤吧？别动。杨婶儿，哎，来了。我的衣服好了吗？等着啊。这件衣服啊，可是倾注了我好多心血，看看喜不喜欢。谢谢苗婶儿，我很喜欢。心头那片静悄
风。